like。举起你的双手。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，错过就过，你是不是会难过？如果拿来当借口，那是不是有一点弱？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，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，爱想什么害怕什么？快牵起我的手。有人说，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，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。我常说，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，那世界末日已来到，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年。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，错过就过，你是不是会难过？如果拿来当借口，那是不是有一点弱？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，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，还想什么害怕什么？快牵起我的手。如果没有如果，最后变成如果，我也不能接受。错过，不是错过，我比你更难过，我不会一错再错。这次不要再是你受不了。